这是王后做的好事。告诉我实话，是不是你做的？若不是你做的，那就是你身边人，珍珠、珊瑚，还是谁？是我。果然是你。我的姐姐，继儿的母后。我也曾想过是你做的，但是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是你？是我做的，我对不住你，对不住继儿，但我不得不做。你疯了！我们是姐妹，同气连枝。对，我们是姐妹，是同气连枝，但你别忘了，我们还同是一夫。我从未与你争过宠，还用争吗？除了你，大王眼中还有谁人？除了你的儿子，大王眼中还有哪个公子？公子当是嫡公子，大王早就明言要立他为储君。那是何年何月的事了，你不会不知道。眼下前朝为立长立贤，早就飞升一片。那是指公子华，也可能是你的继儿。就算如此，那也不是继儿的错。大儿争不过你的继儿，我只是帮他一把。这秦国只能有一个太子，一个大王。大儿、继儿、公子华，当中只能有一人胜出。所以就要以命相搏。大秦建国数百年，父子相背、兄弟相残的事还少吗？可你与我不同，继儿和大儿也应当不同。有何不同？不过是宰割他人，或是任他人宰割。就是因为储君之位，断送了你我两人这么多年的情分。在这宫中，哪有什么情分可言？自嫁到秦国，我视为王后，哪一日不是在与人明争暗斗？哪一日不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？大王是我的夫君，一身恭敬，我便见不得天日，弃如敝履。我身边只有一个当儿，我靠不得母国，靠不得夫君，唯一的盼头就是当儿。而你的继儿，却让我连这个念头都荡然无存。宫中生路太窄，万事我都可容免，但容不下你的孩儿挡在我的孩儿前头。眼下是你救了大儿，我信你若想去大王那儿出手，我全无怨言。但只要为了大儿，我不再续这条心。你我白白姐妹一场，我曾以为我此生都是欠你的。就算我芈月与任何人相争，都从未想过要与你相争。我的继儿对储君之位更是不屑一顾。相争二字本是伤人利器，
与外人相争一荣俱荣，与自己人相争一损俱损。后宫艰难，只可相濡以沫，何苦要骨肉相残？八字无需多言，但凡嘴上挂着相濡以沫的，哪一个不是大难当头，自顾自？罢了，你去大王那儿出手我吧，我自作自受，罪有应得。但此事不能牵扯到当儿，若因此事牵扯到当儿，大王追究下来，单凭这衣裳不足为证。这衣裳是我赐给继儿的，我是母后，赐给公子衣裳，名正言顺。我芈姝抵死，也不会轻易承认与杀人疯子有关。我已经没了姐姐，不想再让当儿没了娘亲。你救了公子当，还要救王后？我救不了谁，也不想救谁。我可怜她，不想与她一样。月儿啊，可我担心。姑姑担心什么？你对芈姝的恩情，她无以为报。我不需要她回报，我只盼着她能够幡然悔悟。不对，你可知大恩积大仇？我做不到，我真的做不到。月儿，你会为你今日的善良而后悔的。